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种偏度。第二部分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18课。读讲练习。第一，这安怎读？反射，反射。第二，这安怎读？辨识，辨识。第三，这安怎读？满背，满背。第四，这安怎读？栋梁，栋梁。第五，这安怎读？正确，正确。第六，这安怎读？水准，水准。第七，这安怎读？注重，注重。第八，这安怎读？课业，课业。第九，这安怎读？调解，调解。第十，这安怎读？演说，演说。11，这安怎读？棉被，棉被。12，这安怎读？亲切，亲切。13，这安怎读？要领，要领。14，这安怎读？客气，客气。15，这安怎读？品行，品行。听写练习。16，这安怎写？凄惨，凄惨。17，这安怎写？鳝鱼，鳝鱼。18，这安怎写？菱角，菱角。19，这安怎写？三角，三角。20，这安怎写？鸭母，鸭母。21，这安怎写？槟榔，槟榔。22，这安怎写？甜果，甜果。23，这安怎写？风台，风台。24，这安怎写？心事，心事。25，这安怎写？道士，道士。26，这安怎写？白米，白米。27，这安怎写？牙膏，牙膏。28，这安怎写？拍拼，拍拼。29，这安怎写？隔壁，隔壁。30，这安怎写？莲雾，莲雾。
作者陈树忠，校对者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